您长得很漂亮。姑娘，您长得很漂亮。本期节目里，主人公罗布和小张在街头遇到了漂亮的卓玛。对话中，小张学会了称赞别人的藏语，敬请收看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大家好，本期的跟我学藏语又和您见面了，我是主持人张艺丹，我是桑杰多吉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先带大家去街头看一看，问一问观众最想学习的藏语是什么，来看一看。您好，我们是西藏电视台跟我学藏语栏目组的。请问您是内地来的吗？对，我是来旅游的。您家乡是哪里的？我是山西人。那您这次来西藏最想学的藏语是哪一句呢？藏语吗？对。主持人很漂亮吗？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姑娘很漂亮怎么说呢？好，那我说一句，您就跟我来一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就是婆梦。婆梦。姑娘的意思。姑娘，婆梦。让贼不堵。让贼不堵。你很漂亮的意思。让贼不堵。让贼不堵。你学会了吗？父母让贼不堵。对，就这样。从刚才的街头采访中，我们看到这位汉族小伙子想要学习一些用藏语称赞藏族姑娘的话。没错，刚好今天小张和罗布遇到了一位漂亮的藏族女孩，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他们会有怎样的对话。怎么了？您好，请问，姑娘，您长得很漂亮。姑娘，您长得很漂亮。你小子想吓死人家姑娘？怎么了？我只是想说她长得很漂亮。你看我啊，应该这么说。姑娘，你长得好漂亮啊！你长得好漂亮。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嗨呀，得了，赶紧教我藏语吧。好，那你就跟着我说啊。好的。婆莫，让等着您结了。让给明了，卡着萨。让给明了，卡着萨。嗨呀，你去哪儿？嗨，看上。婆莫。让等着你结了，让没了，干的事。怎么了？我又说错了吗？没有。我叫卓玛。会说汉语啊？刚才这个短片中有4组词句，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讲的重点。没错，第一句话呢就是姑娘，大家跟我一起学一下。姑娘，婆莫，姑娘，婆莫，姑娘，婆莫，姑娘，婆莫。这句话呢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用的比较多。是的，平时我们碰到比自己小的女孩的时候，都要用到这句话。比如说，姑娘。婆莫。那桑杰，比自己小的姑娘叫做婆莫，那么比自己大的女士又该怎么称呼呢？应该称呼是阿嫁。阿嫁。对。原来是这样的。伊达，你刚看到在片子里，小张叫卓玛姑娘，我们也可以根据生活中的实际，婆莫和名字一起说，它的用法是在名字前面加婆莫，比如说婆莫卓玛啦。明白了，也就是说姑娘这个词儿可以在名字前面加进去。对，我们继续看一下短片中怎么使用这句话。婆莫，让等着你结了，让没了，干的事。桑杰，看了这个短片我想起了刚刚认识你时的场景。什么场景啊？就像短片中的小张想要称赞卓玛一样，我刚认识你的时候真的想称赞你特别的帅。伊达，你这样说的话，我会脸红的。你确定你脸红了吗？为什么看不出来？因为我太黑了。那这样，桑杰，你快教一教我们，这个桑杰你很帅，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？桑杰，
让子不洗扎肚。3个，让子不洗扎肚。让子不洗扎肚。让子不洗扎肚。对，大家跟我一起学一下。你很漂亮，让人记不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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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藏语啊和汉语一样，也是要用性别来不同的夸赞的。是的。那我们再来学习今天的第3句话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让给明了卡的是个月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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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姐，那你快看看我的发音准确吗？让明了卡日是个月。让给明了卡的是个月。让给明了卡日是个月。伊达，你的发音不够准确，回去好好练习啊。好吧，谢谢桑杰。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我们再来看一看短片。伯母，让等着您结了，让给明了卡日萨，让给明了卡日萨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叫卓玛。那么我们再请桑杰来教一下大家。好的，大家跟我一起学一下。我叫卓玛，年龄了这么4个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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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句话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用的非常多。比如说啊，我叫一丹，年龄了一丹4个月。原来是这样。我们再来看一看短片中他们是如何使用这句话的。我叫卓玛。今天我们把这4组词句都学习完了，不知道大家掌握的怎么样呢？是的，这4句话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经常用到，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掌握好。没错，我们再来把短片完整的看一遍。怎么了？哎，您好，请问，姑娘，您长得很漂亮。姑娘，您长得很漂亮。你小子想吓死人家姑娘？怎么了？我只是想说她长得很漂亮。你看我啊，应该这么说。姑娘，你长得好漂亮啊！你长得好漂亮。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哎呀，得了，赶紧教我藏语吧。好，那你就跟着我说啊。好的。伯母，让等着您结了，让给明了卡日萨，让给明了卡日萨。哎呀，你去哪儿？嘿，看桑，伯母，让等着您结了，让明了卡日萨。怎么了？我又说错了吗？没有。我叫卓玛。两个新个都会说汉语啊！观众朋友们，本期的跟我学藏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在生活中也能够多学多用。下期节目我们要教给大家自我介绍的常用语，请大家准时收看。跟我学藏语，轻松生活行。我他念读표계中，나와 기부念读着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下期的节目中，小张和罗布追上了正要离开的卓玛，他们又学会了交朋友的几句藏语。让我们下期一起继续学藏语。我们以后还可以再见面吗？怎么，我都结了2只兔子呗。